高雄市的教育局有举办 Marker 的创意发明比赛，鼓励学生囡仔激头壳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。今年有高中生发明自动洗太阳能板的系统，而且讲用手机就会当来控制机器，摕到高中组的冠军。 手机拍开 App 开关起落，这台机器就会当自动洗太阳能板。这是来自宁夏国中3位学生的创意，因为工人伫高空作业真危险，洗太阳能板的价钱真悬。但是有这个 App 就会当用手机来控制。这发明伫今年高雄市 Maker 创意发明竞赛得到国中组的冠军。常常看到很多就是清洁工人，因为要爬上爬下清洗太阳能板，然后常常会有危险的发生，所以我们便想了一个就是自动清洁的系统。也没想到我们最终还可以得到冠军，所以很开心。也希望我们在未来呢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继续改良我们的作品。 另外，东港国小3名学生发明有春秋警示大塑胶笋，因为学生看到志工伫道路收塑胶笋真危险，因开2个月时间伫塑胶笋内部装春秋带，佮加上 LED 的电火，暗时发光会较安全。这作品得到国小中期年级组的第1名，外景学校当咧申请专利。摆这个，所以可能会被撞，所以我们把它改装成袋子型的，所以一拉就可以拉很远，而且也不会花太多时间。 我们脑力激荡是想到用束带可以把收缩带的基座捆起来。这个比赛希望学生囡仔会当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思考要安怎解决，一步一步完成作品。今年拢总485件作品参赛，创意作品类得到头3名的队伍，明年代表高雄市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的发明展。记者张怡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